歡迎大家收睇意甲最精彩啊！我哋首先去到咧都靈奧林匹克球場，咁啊睇下祖雲達斯咧主場對拿波利嘅賽事啦。拿波利咧結果係3-2咧作客擊敗咗祖雲達斯咧，都幾令人意外㗎嚇。咁啊拿波利咧畢竟21年嚟咧首次作客贏祖雲達斯嘅啫。咁啊今場波咧亦都係簡氏兩兄弟啊，咁啊同場比賽，咁但係就各為其主。咁啊見到咧就係祖雲達斯嘅新任主席啦。咁啊，都一家人咧一齊嚟撐祖雲達斯啦，當然啦。咁啊，祖雲達斯嘅現時嘅主席啊就係白蘭斯啦。咁啊喺佢上任之後咧，亦都講到明會繼續支持費拉拿。咁啊，保方咧就係祖雲達斯嘅隊長。咁啊，保方咧就喺呢場波比賽之前幾個鐘頭啦，啱啱咧就佢女朋友啊就為佢誕下咗咧第2個嘅仔仔啊。咁啊，都係有一個沖喜嘅作用啦。咁但係祖雲達斯呢場波咧，其實佢哋開頭咧都幾順嘅，一個直線趟穿咗，跟住咧埋到門。咁啊，可惜咧叫雲高咧呢個後生仔咧就把握唔到啊，柱邊出界。咁啊，跟住咧輪到咧就係拿波利啦，落到嚟底線，拉維斯撳出嚟，後柱上到嚟，哎呀，可惜咧就係馬治奧一揞個波埋嚟啦，喺正前鋒嘅位置啦。咁啊，丹尼斯咧把握唔到啊。咁啊，丹尼斯咧今場波咧就取替咗哥利亞列拿打正選嘅。咁啊，拿波利咧上一週咧，佢哋對住 AC 米蘭啦，亦都喺落後2球之下啦，就能夠喺臨尾逼和 AC 米蘭㗎嚇。咁啊，至於祖雲達斯上一週咧，更加咧就係5-1啊，大炒呢個森多利亞。咁啊，講緊上一週嘅比賽咧，其實就係週中嘅賽事啫。好啦，鹹石呢個波角球扯出嚟，頭槌一壓，哇，又係好近磅嘅。咁啊，見到咧就係拿波利啦，呢場波咧雖然佢哋作客啊，但係都打得幾放嘅。好啦，定亞高喺左路俾佢出到個波埋到嚟尾柱一粒。再左腳射，美路嘅射波啊！咁啊，僅僅柱邊出界啫。繼續咧，見到祖雲達斯啦，佳基拉傳個波靚啊！查斯古特頭槌1點。呢個波咧就嗱，佳基拉一出埋嚟，查斯古特搶點。其實咧見到咧就係拿波利嘅守衞啦，金柏拿路都有一定嘅責任，佢冇跟到咧就係查斯古特，俾查斯古特幾輕鬆去頂入嘅。咁啊，上半場咧就係祖雲達斯領先1-0啊！比賽進入下半場㗎啦，左邊傳個波出嚟，哎呀咁樣頭槌，竟然解圍得咁差，江天尼嘅一次幾嚴重嘅犯錯啊！嗱，頭槌好似 set 俾基奧雲高射咁喎，基奧雲高黐定，當然咧亦都把握得到啦。祖雲達斯領先到2-0啦。咁啊，跟住咧拿波利咧放開嚟打啦，呢個波埋到嚟尾柱。咁啊，終於去到59分鐘啦，鹹石呢位斯洛伐克國腳咧為拿波利射成1-2。呢一波咧拉維斯搶上前柱，引咗2個守衞咧亦都有功勞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後備入替嘅達托羅咧喺左路出個波亦都好靚。哇，跟住咧一頭保方救到，但係再補射救唔到啦。64分鐘，達托羅呢位阿根廷國腳除咗做咗個助攻之外，亦都喺門前將個波送入網。好嘢啊，追翻成2-2。好啦，拉維斯轉身，哇！呢個時候咧，落後2球追翻上嚟，當然氣勢如虹嘅係拿波利啦。又係達托羅啊，左路推到落去，傳到埋嚟。原本係傳得麻麻地嘅，但係解圍得唔好啊！鹹石冚上嚟81分鐘，更加為球隊奠定勝局。好靚啊！鹹石抗個波死曬角，真係冇得撲嘅。好啦，結果咧就拿波利，哇！真係做出能人所不能嘅事，主席當然亦都覺得開心啦。拿波利落後2球之下反勝祖雲達斯，鹹石個人梅開二度，亦都值得高興。好啦，跟住睇下 AC 米蘭啦，喺主場對住帕爾馬嘅賽事啊。咁啊，賽前呢，其實 AC 米蘭呢就排喺聯賽榜嘅第5位㗎。咁啊，相反呢，帕爾馬咧排喺佢哋之上啊，排喺第4。咁啊，到底帕爾馬呢支升班馬啊，點解今季會打得咁好呢？咁但係今場波佢哋作客聖西路呢，似乎就有啲露咗個原形啊！咁啊，當然啦 ，AC 米蘭呢就有歐聯嘅後顧之憂嘅，因為佢哋呢就喺週中呢要應付呢就係主場對皇家馬德里嘅賽事。咁但係有咩好得過以贏波嚟到去振奮士氣，應付歐聯嘅大戰啊！咁啊，今場波呢，加度數呢亦都係打翻正選啦。咁啊，南美隊長臂章。咁啊，至於帕爾馬嘅隊長呢，就係摩朗尼啊。古道練啦，咁啊呢位相當之有經驗嘅教頭咧，帶領帕爾馬。咁啊當然帕爾馬嘅後防咧，亦都有前羅馬嘅球星彭路基。咁啊當然彭路基其實都算係賭波雙向，因為佢都效力過 AC 米蘭㗎嚇。好啦，場波抌到過嚟咧，右邊嚟自帕爾馬嘅攻勢啊！保茲洛夫呢位保加利亞嘅國腳
咁啊半射半傳啦，佢就話：喂，隊友你壓前啲啊嘛。咁啊，但係帕魯斯基就冇壓前。哇！跟住見到咧呢下迪斯馬利嘅遠射犀利啊！好在咧就係迪達都反應快，嗱迪達拍到下再中門楣啊！迪斯馬利放個冷箭。咁啊 AC 米蘭咧似乎啲守衞咧拍得佢唔夠緊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 AC 米蘭真係醒啦，見到細哨今場波佢做咗2個助攻嘅，先嚟一個助攻，好靚啊！波里路過埋對方門將大勢嚟到入嘅。嗱呢個波彭路基有啲責任嘅，原本咧就一個釘一個嘅啫，但係彭路基咧就過咗嚟右手邊啦，就諗住同阿達拉費奧利一齊去黐阿細哨，點知細哨咧啱啱喺人壓當中就俾到個靚波里路，而波里路咧就變咗冇人看管。好啦，又見到咧就係加魯柏啊！傳到過嚟，保積洛夫頭槌一頂，又俾迪達救到。啊，迪達今場波好嘢喎，真係啊！救咗2次對方好近磅嘅埋門。咁啊，先係迪斯馬利嘅遠射啦，跟住仲有保積洛夫嘅近頂，亦都過唔到迪達。好啦，奧道又再開到上嚟啦，右邊 K 角位斬個波埋嚟，哇！柏圖上嚟想頭槌點㗎啦，緊批到下啦嚇，繼續見到帕爾馬。嗱，雖然落後緊嘅，但係見到帕爾馬個戰鬥力咧，其實幾好嘅。加魯柏，可惜呢個波咧就左腳佢就住嚟到燙啊，變咗個波冇力啊嚇。咁啊當然過唔到咧就係迪達啦。咁啊斯多夫又壓上嚟，咁啊比賽去到下半場㗎啦。派路俾落去斯多夫底線，一路咧保護住個皮球，引咗3個埋嚟，轉身射埋添啊！好在米蘭迪咧就救到啊！好啦，帕爾馬反擊啦，速局過頭。黐到落嚟再鬥，哎呀！但係爭啲啊！咁啊，見到咧就係帕魯斯基，咁啊帕魯斯基咧就佢係倒過雙向嘅。咁啊，其實本身佢係 AC 米蘭嘅青訓產品，咁啊現時佢有一半擁有權咧，仍然都係屬於 AC 米蘭。好啦，左路，哇！呢個波直頭射埋添啊！咁啊，佢就話角球嚟嘅，冇錯啊！細哨。再傳個波埋嚟，跟住柏圖埋嚟中間，咁但係可惜咧，波里路啊來遲一步啊，米蘭迪咧就冇收，咁啊大家都會有攻守。好啦，左邊波里路做到過嚟，哎呀！但係可惜施華嘅頭槌咧就中正條門楣，好嘢啊！泰亞高施華咧，其實佢由後場解圍，然後再助攻一路上到嚟，俾到波里路，波里路傳埋嚟，施華壓埋入禁區頂。咁啊，做個轉手為攻都好好。臨完場前，波里路入個靚波，個人梅開2度，又係細哨嘅助攻，波里路嘅入球，咁啊造就 AC 米蘭領先到2-0。最終佢哋都以呢個比數贏波。咁啊，波里路其實喺佢職業生涯啦，之前咧曾經係有一個幾嚴重嘅傷患，爭啲令到佢掛靴。好在咧，亦都最終可以順利復出。今場波入2球，協助 AC 米蘭全取3分。